哦，安尼好，你好。啊，牧师你好无？好啊，好啊，真好。爱家己煮饭有变啊，好诶你呢？还袂煮咧。爱家己煮饭食啊，无煮饭迄无去啊。老公无伫咧，要食啥拢免想啦，吼啊。无，要食啥拢自由。啊，都拢免想啊，有物件就啥物物件。对啊，我做拍算你就伊转来进前甲冰箱清好清气啊。我今晚不该叫，是讲多啊，我没得来讲你呐，我都啊，你即摆讲伊爱就当，用要生活变得慢，还是咱咱。给我包围呢，包围。还好吗？你我看，无条2000块才会起来。那个还是要放着一下。我关掉。对啊，无。我搞现在什么？我搞现在什么？哦，来。准备什么先？就拿那个吸尘器也行，就拿那个吸尘器也行。有 echo 呢？哦，时间到，无咱先来祈祷。主要听到阮的祈祷，阮感谢你，互阮透过网络也会当去甲伊组织。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全世界的这个疫情，还未得到控制时，阮会当借着疫苗，借着家己的这个作为，会当做好的这个保护。阮为着今仔日的组织来献上感谢。阮今日要来查考路德记第4章。阮要对波阿斯甲路德的婚姻顶悬放弃你整齐的旨意，求主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敢有听到echo的声？有。可能毋免迄个。做点物件。好，我甲伊关起来。好，来，咱开始啦吼。今仔要看路德记第4章，拢总到22节啦吼。咱伫即个看到波阿斯甲路德的代志，这时吼，咱也有看到即个波阿斯伊有特别有讲到讲，伊真愿意去做即个承接的人。佮愿意来带路德啦吼，但是伊是一个君主，伊嘛毋照着规矩，因为还佫有一个比伊较有即个顺位较头前的人吼，所以伫迄个所在伊有讲着讲伊袂使安尼就直接做落去吼，
所以伊就爱照迄个次序来做。这要代表讲，何亚斯是一个有感情以外，也有真有这个照体制来的人啦吼。所以今仔日咱伫第4章的中间有要看到几项较重要的代志吼，较重要的代志就是伫这个何亚斯伊安怎处理咱咧讲买属权的即个代志吼，伊伫即个中间伊有伊的真好的智慧甲技巧来处理啦吼。咱会当看到圣经所甲咱记载真趣味的一个形容，也是讲伊的做法安尼吼。一开始咱就看到讲，伊伫即个城的门口吼，伫城的门口伊伫遐来，应该是伫遐坐啦吼。照圣经第4章第1节咧讲着讲，草拄坎吼，草拄坎即个伊摕到即个有优先权的人吼，拄经过伫遐啦吼。敢有遮草拄坎的代志吼？伫第3章，即个波阿斯伊有讲着讲有即个人吼。即个人住伫倒位？当然，伊拢是住伫伯利恒迄内底的人。出入经过城门口，这介经常啦吼。牧师认为是讲，波阿斯其实是调工吼，调工去遐伫等等即个人吼。咱若倒转去看第3章的时阵，有互咱看到即个可能性啦吼。有即个可能性就是讲。波阿斯甲罗德讲了后，伊甲伊讲吼，阁有一个人吼，伊比我较有优先权啦吼。但是伊会安怎？伊会尽力啦，吼，伊会尽力吼，安尼来去做即项代志，吼。即个尽力就是讲，伊有伊的想法甲伊的做法伫即个内底吼。伫城门口，伫迄个时代，也是讲亲像伫耶稣的时代嘛是抑阁安尼吼。咱来看耶稣的时代，一寡迄个抽象的人、收税的人吼，拢伫倒位甲耶稣相拄面，拢伫城门口吼。所以城门口是上闹热的所在啦吼。遐有宗教的人，也有军人，军人通常拢甲即个抽象的做伙，当然嘛有做买卖人吼。因为迄个过去可能入城内底嘛有人咧摆摊。伫城的外口有一寡人无要入去，也是袂当入去的人，因就伫外口摆摊。所以伫迄城门口基本上是一个人聚集的一个所在啦吼。照考古的发现，就是讲伫差不多路德因的时代也是搁较早吼，城门口吼拢有用足侪座位，互人伫遐坐安尼吼。城门的外口拢有真侪摊。用台湾的文化来讲，就是咱咧讲庙口啦，吼，庙口就足侪人爱伫遐坐啦，有人卖物件啦，有人伫遐咧开讲啦，吼，有庙内底迄种管理的人坐伫咧外口啦，吼，迄个情形足类似啦，吼，足类似，咱会当伫即个所在看到啦，吼。这图片来描写讲，因吼真侪人坐伫咧城门口遐吼，这个图我感觉画了真实啦吼，就是讲咱袂当用咱即阵的想法去想讲遐一定遐人穿了真高尚吼，坐伫咧城门口坐甲真好势吼。伫迄个时代的人其实涂骹一个半半呢就坐咧吼，一群人就坐伫遐吼，宗教人员当然讲着宗教代志生理人讲生理啦，等等遮的吼。当然，伫第1节甲第6节的中间，咱就看到讲，这个波阿斯伊安怎样去处理着这个咱咧讲赎的这个退赎的这个权吼，伊安怎处理啦吼？我拄则有甲咱引着讲第3章11节，波阿斯甲路德就安尼讲查某囝，你毋免惊，照你所讲的，我一定照安尼来行。伊会去尽力去处理这个代志吼。所以伊伫遮，伊虽然讲草拄坎去拄着这个人，伊伫遐来甲伊讲话吼。真趣味就是讲，
这个人圣经完全拢无提到伊什么名啦，吼，只有讲某人啦，吼。啊，最近咱台湾的防疫真出名了后，有对方的国家提咱的陈部长讲，那位先生啦，吼，迄个意思就对啦。啊，迄个意思就是讲吼，伫圣经内底嘛有迄个意思，讲即个人的名无值得提啦。吼，当然中共因是故意看轻台湾即个官员啦，吼，啊，迄是无共款的角度啦，吼，啊，不过就是讲，意思就是讲，伊无值得提，伫圣经内底伊无迄个地位啦，吼，所以现在中国也不讲老乡啦，吼，啊，种buddy 吼，安尼，迄个意思啦，吼。啊，伫即个所在咧讲到臭杜康啦，吼，也是讲是上帝安排，或者是讲波阿斯就知影伊明明拢会对遮出入，就调工伫遐甲长等吼。我认为迄个巧合是一种讲法啦，吼。啊，但是上帝安排甲波阿斯，伊真中，因为伊知影爱去处理这项代志，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来长等伊，吼。啊，我想即个。这个是足有可能性的代志啦，吼。啊，然后伫第二节就讲到讲，波阿斯去找迄个长老的中间10个人啦，吼。在场当然照安尼记载，就是讲长老不止10个人，波阿斯选10个，但是伫摩西律法的中间，并无规定讲爱10个，但是有讲着爱多数，袂当干那一个尔，吼。比如讲，咧讲到即个初代教会咧讲到。要去控告一个人，就爱安怎2个人以上吼，迄个多数去作证，即个伫犹太人的中间嘛真清楚一个规定吼，但是无一个的规定啦吼，啊无啥物特别的意义啦吼，不过就是讲代表多数吼，代表多数。啊，伫即个道中间，咱就知影讲，倒手边即个就是迄个放弃的吼，啊正手边即个穿红衫的，即个代表波阿斯啦吼。啊边仔这个就是遮个长老，也是讲证人啦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邀请，啊真有可能波阿斯伫当地真有名声，所以伊请因来，遮个长老袂去甲拒绝啦吼，袂去甲拒绝。啊波阿斯安尼，伊伫迄个退属的权的顺位的中间，伊已经有甲即个拿俄米的即个家庭吼，开始就甲伊讲吼，啊当然是。即位嘛表明，这位先生嘛表明讲有要买的意愿吼，但是波阿斯伊嘛表明伊有要买，但是伊毋是第一顺位啦。所以讲吼，所有的顺位敢若咱2个尔，但是你是第一顺位，伊甲迄个情形拢甲伊讲安尼吼。所以伊讲了后，迄个那一位先生伊就讲，伊要买啦吼。咱注意来看吼，咱一直咧讲着买赎权吼，即个就是讲代表以利米勒伊即个家庭伫伯利恒的所在是有产业的，因只不过是拄着钱，所以伊带家庭离开，所以伊即个产业基本上是搁保存的，所以伊转来了后，伊的负责人咱咧讲拿俄米。伊有产业，但是无钱，所以伊的亲人需要有迄个义务甲权利来甲伊买，安尼拿俄米就伊有钱，通好过生活。这个是即种有小可，那就咧帮衬吼。但是那一位先生考虑到帮衬了后，伊要保持伊即个产业啦。这就是后面所发生的代志吼，后面所要发生的代志。咱连咪会佫继续讲吼，所以迄个用意就是咧帮衬失去丈夫的即个亲人拿俄米也好，还是讲路德，但是路德伊也无产权啊，因为迄个产权是即个拿俄米的吼。但是接续了后，就是伊表明讲伊要承接要来买土地以后，波阿斯好哪亲像真故意甲带路德即样代志。囥伫咧后壁面，还讲真戏剧化的写作，也是讲咧安排。所以伊表明伊要承接了后，波阿斯就甲讲吼，你着爱带伊的太太吼，
啊，这个人说紧张啦吼，伊就紧张吼。啊，咱知影这个娶太太的例吼，伫新明记内底就已经拢有记载啊吼，伫新明记内底拢有记载啊。新明记25章第50节甲第10节，这个内底伊这个是规定吼。其实搁较在早，咱若看去创世记大概38章咧讲着，也是搁较早吼，咧讲着犹大伊的囝。伊个囝过身了后，伊有交代伊个第二个囝去娶伊个细汉的囝死咧，伊个细汉的囝死了，伊叫伊哥哥去娶迄个太太吼。啊，当然伊故意无爱吼，佫有另外咱咧讲犯罪的代志，佫伫遐发产生吼。迄阵啊，就有即种的例，但是到伫摩西时代，伫申命记内底。较真正有将即个放伫迄个律法规定内底，所以因有义务吼。即伫这25章申命记25章第50个落尾，四个兄弟爱尽兄弟的义务来娶吼。即个兄弟毋是讲哥哥死小弟娶尔，弟弟若死，迄个伊个弟夫啊，哥哥嘛有迄个义务吼。这就是我拄则讲迄个创世记内底所发生的代志，犹大的囝吼。好，所以因着伫迄个所在来去找即个长老吼，伫经文咱今仔看的经文内底吼，咧讲着讲即个因着爱去找长老，啊，波阿苏也去找长老，啊，这就是借着申命记佮继续讲的经文啦。爱找长老，伊若无爱的时阵，着爱烫迄只鞋啊，啊，配水喏伫伊个面上吼，啊，甲伊讲我无爱吼，伊无爱安尼吼，啊，这被称做烫鞋仔之家啦吼，烫鞋仔之家，意思讲这人无负责任，无尽伊个义务安尼啦吼，啊，伊就失去迄个退休的权安尼吼，啊，这就是波阿斯伫遮所咧做，是遵照伫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吼，所以伊讲咱看伊波阿斯伫遐讲着产业了后，啊，伊讲伊要买了后，伊佫也讲啊，你爱娶伊的某，伊讲安尼我着无爱啊。伊讲恐惊我的产业有碍啦吼，你通俗我会当俗的，我无要俗啦吼。啊，这啥物问题？这个问题吼真简单，就是讲伊去甲买产业，伊保持有产业，但是钱互伊，安尼无代志啊。但是今仔日伊必须要带路德，啊路德倒一家，伊付钱互伊的迄家，啊万一咧，迄家路德若怀孕生囝，有生囝了后，我所买着产业佫归啥物人？归路德的囝呢，毋是伊的，所以伊是考虑即点，所以伊讲吼，恐惊我的产业有受到损害，伊遮讲诶，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伊是咧讲即个部分啦，所以意思是讲吼，我开钱买土地帮衬人，啊娶某落来生囝，啊我的产业佫伊的，啊我无爱吼，伊是安尼考虑啦，所以伊想要帮衬一半尔啦，啊要完全吼伊无爱，啊但是若波阿斯伊愿意啦吼，咱知影波阿斯一开始就伊表达伊的爱意，啊伊嘛愿意，所以即个亲人伫第6节的时阵，伊就说明讲。伊要放弃吼，要放弃啊！即个买赎的权、退赎的权啦吼。第7节甲第8节就是咧倒转来看着申命记25章所咧讲的烫鞋仔之家啦，即个约啦吼，就是讲伊放弃伊的退赎权吼，因为伊顾虑伤济，伊无爱损失吼，伊无爱损失，伊想讲啊要买着清买的，啊我着解决掉安尼吼。啊！伫这个所在，咱拄则看迄个一张图吼，啊，伊就烫鞋仔吼。啊，若照申命记的规定吼，这个时阵波阿斯就爱那位先生开水烂啦吼，意思讲伊无尽迄个责任安尼吼。啊，这个另外一个啊，画吼 ，OK。所以伊讲啊，你家己买啦，我无爱吼。我有这个权，但是我无爱吼。当然，第2顺位佮接续剩的。伊只有2个人有顺位尔吼，啊，所以就波阿斯啦吼，啊，这嘛照波阿斯
所愿意的，伊伫第3章11节所甲路德表达的，伊愿意安尼来做吼。这个代志就算足完美来解决啦吼。伫这中间，伊继承着这个买赎权，吼波阿斯就真欢喜啦吼，因为伊对路德本来就有好感嘛。伫第3章咱看见吼。过来，咱有看讲，这个所在伫第9节，伊特别讲到吼，这个波阿斯对长老甲众民众民众人吼，意思讲，迄个所在毋是干那10个长老尔尔，伫城门口佫有济的闲杂人等，伫迄个所在，你拢当面看到会通伫遐做证吼，伫遐做证。这就是城门口的特色啊！你想要赖吼，嘛赖袂掉安尼啦吼。所以咱看伊讲，伫第8节到12节，看到波阿斯伊所继承的是即个伊利米勒因兜的产业吼。咱会知影讲因基本毋是送乡人啦吼，实在是有地产无卖掉，就等于无钱嘛吼。所以会通讲是。用这个方法是咧帮助拿俄米这个家庭。过来伫10节，咱就看见伊就伫遐真欢喜，要来娶某吼，娶这个波阿斯。10节后壁，伊就开始咧讲着这个所在吼。所以对波阿斯的角度来讲，伊算讲一心两了啦吼，就是讲买产业帮助拿俄米。伊佫会当来娶路德，表达伊对路德的爱吼，安尼吼，着因伫遐着举行咱咧讲的结婚啦吼，举行结婚吼，着完成这项代志吼。所以伫遐咱看到即个真完美的一个解决啦吼，完美的解决啦吼。伫即个内底也有讲到即个。族谱的代志吼，就是伫12节的中间，伊讲愿耶和华对即个少年女子你想属你好的吼，你的家亲像他玛对犹大所生法律书吼，这个咱等下佫讲吼，会讲到伊伫圣经内底地位甲伊的记载安尼啦吼，伫即个内底，特别是伫11节的中间有讲到拉结甲利亚两个人吼，即个正统。利亚甲两个人的正统是咧讲啥物人？就是咧要引导法律书啦，就是引导因的即个囡仔是其中迄个犹大的囝吼，法律书吼，就是咧讲即个正统啦吼。就是上礼拜周牧师后首咧讲到即个部分啦吼。这个就是咧指明迄个正统吼，这个就伫以后的族谱内底拢会写着的代志啦吼。好，到第13节就是咱咧讲的结婚的代志啊啦吼，然后就进洞房吼，这个咱讲头前无发生的代志安尼啦吼。然后咱就看着讲这个怀孕生囝，这个的代志就是。那位先生所烦恼的啦吼，路德真正怀孕了，照着圣经的记载吼，才会正百姓甲长老因作证所讲的话，阮作证完耶和华互你的家吼，有这个女子入去了，建立以色列的，亲像拉结甲利亚两个人共款吼，有这个后会有后生吼，安尼当然真欢喜啦吼。我相信上欢喜的是应该是拿俄米啦吼，伊本来是讲已经无望啊吼，但是即马会当有一个孙仔吼，伫圣经讲上帝并无放杀伊吼，即个囡仔的名啦吼，即个囡仔的名吼，咱咧讲伊的意思就是讲上帝互伊吼，伊讲比。上帝无放杀伊俩，佮互伊的祝福，接着即个囝比7个佮较重要。哪有可能一个囝比7个较重要？其实迄一种的譬如上顶的讲法啦吼。伫犹太人来讲，7是完整的数字啦吼。伊讲意思是讲吼，比
完美，更较完美啊！吼，迄个形容是安尼啦吼。啊，伫即个16节到17节的中间，就咧讲着，拿俄米欢喜甲吼，要来对待即个囡仔，好哪亲像对待家己的囝共款啊。伫原文即个讲做伊的老母即个字吼，老母即个字其实 nurse， 就是讲哪像咧做伊的保姆共款啦吼。用咱现代人的讲法，就叫做阿妈囝啦，吼，嘿，叫做阿妈囝啦，伊来看做安尼足欢喜的吼。啊，当然，咱进前咧讲着路德，波阿斯第一个看到伊的时啊，讲查某囝，迄个查某囝迄个字，甲直接咧讲囝即个字，其实伫希伯来文来讲，是迄个囝，也是讲小男生的统称啦，吼，所以拢是安尼叫啦，吼，嘿，啊，然后咱看到即个囝的名叫做俄贝德，吼，上帝无放屎，伊是服侍，伊要敬拜伊上帝的意思。好，咱倒转来讲着迄个正统内底即个法律书的名，犹太的后代啦吼。伫创世纪38章27节到30节，咱看伊的出世吼，伊是上生啊，上生啊，伊抢出来吼，抢出来吼，所以伊去互甲号做法律书啦吼。你若注意来看吼，法律书伊无有啥物重要的记载。嘛无有啥物款的重要的事迹，伫圣经内底出现足侪摆，旧约、新约拢有，竟然出现拢是伫族谱内底出现吼。我互咱遮的经文，互咱看小可参考一下吼。恁若有趣味，会当甲 screenshot 起来吼，也是我佮甲我尾仔整理出来遮的资料，我佮送互咱吼，咱会当去参看卖啊。差不多记载伊的拢是迄个族谱内底吼出现的啦吼。好，到落尾18节到22节，就是咧讲到犹大即个家的家谱吼。开始讲啊，法律书的后代记伫后壁，这就是伫11节遮的长老甲证人所咧甲即个波阿斯所讲的吼，11节、12节遮吼，就是即个拉结甲利亚即两人的正统内底，伫即个法律书的后代内底啊，所以伊就尾仔就用即个来记载伊的族谱的即个世代吼。当然，更较重要就是俄必德伊要生亚西，亚西生大必，即个正统伫即个所在确立起来吼，即个确立起来。加在那位先生伊无娶啦吼，无伊就无伫即个内底吼。我想上帝有上帝的旨意啦吼，上帝的特别的一个旨意吼，互伊看重着财产的部分，无看重着上帝互伊的即个安尼讲的旨意，也是讲互伊的交托伊的即个责任啦吼。拿俄米即个家庭，借着路德甲波阿斯，然后才连做一个正统吼。亲像第4章第1节开始讲草拄坎，咱坐人生的草拄坎，其实拢伫上帝旨意特别的安排内底吼，这咱袂当去忽略的代志吼。好，大概今仔日讲到遮，我来甲迄个live 关起来。